六娘，我堂弟杨林可是已经蹬腿咽气儿了，你别不识好歹，赶紧把家里田契交出来。我答应了哥哥遗愿，我就是要守住他的家业。你不务正业，吃喝嫖赌，田产给你只会挥霍一空。别净痴痴发生，给我找！好。天下男人当家，你算什么玩意儿？按规矩，弟死兄及，他死了，这田产本就该属于我。找到了。你一个小小的娇娘，无依无靠，不如给我做妾啊！我不会亏待你的。哥哥尸骨未寒，你真是成何体统！这小娘挺有劲儿啊，哥哥小心点。我爹可是咱这儿一家之长，我要干嘛，还由得了他拒绝？我看你往哪儿跑！你谁啊？诈尸了！杨林诈尸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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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！祥林，我叫郑少鹏啊。哥哥。啊？你又是谁？难不成我穿越了？哎呦，这荒郊野村没有电灯管渗人呐！啊，所以她是我妹妹，长得挺清秀，年纪应该不大吧？哥，是不是饿了？对了，你叫什么？多大了？哥，我是幼娘啊，来年就满15了。你怎么什么都忘了？但你别担心，我会帮你把所有事儿都想起来的。啊，哈哈，这么小就当家了，如果在现代，应该还在上学。松油，古代农家才用的吧？啊，弹珠。郑少鹏，咱打成风了，又去一场。我的恶匪从山西到蓝银河，无人不知。任务失败，今儿就到这吧。我这君主点数这么少，每回合还往外蹦叛军，正说明朱熹照在位时期不管朝政，宦官肆意妄为，搞得阶级矛盾特别大，所以才输了。哼，下了啊，改天再玩。我觉得只要我能改变历史，下次一定能赢。刚说要体验历史，这机会不就来了？哥，你干嘛呢？哦，好，吃饭了。我就熟悉熟悉环境。这个叫杨林的，父母双亡，有妹有房。虽然环境差点，起点低点，不正适合逆袭吗？那就既来之则安之。至于下一步怎么办，吃饱了再说。哎，看来古代姑娘也兴减肥。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你又不胖。再说了，减肥也得摄入碳水啊。碳水是什么？幼娘只是从未见过哥哥食欲这么好，竟能喝下一整碗粥。哼，别说一整碗粥了，我现在饿的呀，能吃下一头牛。那这点儿不够哥哥喝吧？
那要不再多煮一点？我现在就去给大娘家借。家里米都没有了。丘上莽军来，把家里的存粮都抢走了。莽军？现在是哪年啊？弘治17年。是丹珠王朝特别动荡的时期。来，我突然没什么胃口了，喝不完，你别浪费。明天我想办法去换点粮食回来。那怎么行？哥哥是秀才，这些杂事儿怎么能让你去做呢？秀才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当然了不起，整个村子也只有你一个人功名在身呢。多亏这样，咱家才能免疫免征，熬到现在。哦，也难怪，丹珠王朝重农抑商，想要当官就得去参加科举考试，就跟高考似的。所以哪怕是个小秀才，也会享受不少优待。虽然大家愿意借粮食，可是田契被你堂哥抢了去，来年没有收成，该怎么还呢？这小姑娘处处委屈自己，体贴照顾我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她受欺负。你等着，明天我就去把地契要回来。哥哥，可你的身子……你就放心吧，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杨林了。老头，让道，起开！别挡老子财路！大哥，别动气，再换了一会儿赌运。那就是你堂哥杨泉。姓杨的，把田契还给幼娘。幼娘，来，这田契归谁，都归不到这个臭丫头身上。说话注意点，又是重男轻女，又是封建恶习，你这种人我最忍不了。听懂他说什么了吗？瞧这满嘴放文屁的，果真是回光返照了，还能活几天呢？反正我现在可活生生站在你面前，霸占田契不还啊！意思是要明抢了呗？哎呦，你说田契在我这儿，谁看见了？你看见了，还是你？别去，你哥上次被他打断了腿，你打不过他的。你看，没人看到啊。但我因为你受伤，可有很多人作证，我放你一马，你应该感恩。哎，你堂弟，别给脸不要脸啊！忘了在杨家坪，谁说了算？我爹是家长，路过的狗也得挨我2巴掌。成这样，你可真是在坑爹！去年莽军来，你爹身为家长，敲了锣就逃跑，根本没有组织村民并力抗贼。杨家村如今这么萧条，有你爹一半责任。你贼擒不了，倒能明年不让你们领救济粮。等着挨饿吧！就是，老虎不发威，把我当病猫是吧？就只能来硬的了。哥哥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打人了，秀才打人了！你们都看到了啊，我可没还手啊！他要是再死，可和我没关系啊！这以后怎么成大事啊？哥哥，我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！你这是去哪儿了？怎么这么久啊？去找好吃的了，给哥哥补补身子。哇，参鸡！啊，幼娘，
你手怎么了？打猎嘛，难免受点伤。哎呀，这要是细菌感染了怎么办？细菌感染？就是，哎，算了，总之就是很危险。对了，幼娘，家里有酒吗？哥哥的父亲还留了些。哥哥，你要酒干嘛？哥哥，这是做什么？我这是要准备帮你消毒啊。我中毒了吗？来，把手给我。来，忍忍啊，这样好得快。这几天啊，伤口别碰水，每天早晚各涂一次。我想好了，甜药不回来，我就去打猎，不会让哥哥饿着的。你都受伤了，在家休息吧。明天我就出去找活干，换点粮食回来。那不行，哥哥不能干这些粗活的。哎呀，我一个大男人，有什么不行的？我得让哥哥好好养身子，安心读书。明年可就是3年1次的乡试，你一定可以考个状元回来的。乡试，若是通过了乡试，那就要去京师参加会试。会试中选后，才有资格参与殿试。只有殿试第1才叫状元。所以你看，哪有你说的那么容易啊？反正我就相信哥哥一定会做大官的。哥哥今天也累了吧？幼娘一会儿弄水给哥哥洗脚。啊，别，我可不习惯被人伺候。可这些事儿以前都是幼娘做的。哎呀，幼娘，你看我有手有脚的，这些伺候人的事儿不用你来做。哥哥可是嫌弃幼娘。来，幼娘，你是我妹妹，但你完全没有必要为我活着。我更希望你做一点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。哥哥，你醒来之后好像有些不一样了。是吗？那之前的我是什么样子的？以前的哥哥虽然也很好，很温和，但每天只会闷头读书，什么都不管。现在的哥哥会做这些我没见过的东西，还会陪幼娘说话，关心幼娘。杨秀才，身体好些了吗？没什么事儿了。没事就好，家里也没什么别的东西。这2个鸡蛋，你补补身子。大娘，大娘，喝完水再走吧。啊，不了，我老伴儿受了风寒，高烧不退，我得赶紧回去照顾。大娘，等一下，你把这个拿去，这一瓶配上1碗水，擦拭全身，能退热。这是酒精。恩人醒了。什么恩人？哥，乡亲们是来谢谢你的。是啊，杨秀才，我老伴儿涂了你给的神药，隔天就退热了。这是家里鸡心下的蛋，一点心意。幼娘分了我点儿，我回去涂，伤口果然2天就消肿了。我家媳妇儿特意纳了双新鞋，让我谢谢你。杨秀才，能给我一点吗？还有我。放心，不是什么神药，回头我教你们怎么做。杨秀才，你这样我们更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。哎呀，是啊，要不咱们去找杨泉吧。杨秀才这些年一直帮助咱们，现在他田契被抢了，我们不应该帮他抢回来吗？就你年轻气盛，咱是得知恩图报，可那杨泉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啊。就是啊，咱村子谁家没受过他欺负？原来不只是我家，杨泉这些年仗着他爹是家长，在村里欺负所有人。杨秀才，你忘了，
上次就因为我撞了他，他就往我田里浇热水。他偷我家鸡，还说是黄鼠狼偷的，这到哪说理去啊？所以，大家都是有意对付那混小子的。有意是有意，可咱们这些乡野土夫，小家小户的，经不起折腾呀。是。杨秀才之前不也说，莫惹多于事，只读圣贤书吗？杨泉来了！杨贤侄在家吗？哎呀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老沈，分明就是一点皮外伤，昨儿还好好的，今儿怎么就生死之际了？医学溃堤，呼吸焚污，本是小伤，可是捂了时辰就生脓毒了，肉烂皮肿，满身热病。爹，你可是村里唯一的郎中，总得想想办法救救我儿吧。听说杨秀才发明了一种神药，说是能退热益毒，要不然你也去讨些。杨林，哎呦，这是撞灵儿，你快开门呐！全儿伤口生了脓毒，危及性命了，神药给他吧！啊！堂弟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错了。千不该，万不该，我杨泉猪油蒙了心，为难你和幼娘一对孤兄寡妹。我有违天理，造了天谴。如今是诚心悔过，这又是哪出？恳求堂弟念及手足之情，就为条见面吧。这情况还真是只有我能救他，那就有法子了。堂哥，那你如今还敢要纳我妹妹当妾吗？要是不敢了，就给你惦记过的幼娘磕5个响头做赔礼，怎么样啊？可，我这银坯子，做，怎么回事啊？我杨泉要是再敢对幼娘有半分不敬，天打五雷劈！这总可以开门了吧？开门？哎，不行不行，你心还不够诚。这样，接着再狠狠扇自己10个耳光，做你抢地契要吃我家绝户的道歉。你罢了，性命为大，这笔账日后再跟他讨回来。我错了。哥，这就是你说的法子啊！我知道你不是落井下石的人，咱们出去吧。啊，等会儿，我还没玩够呢，多有意思啊！一会儿我还得让他学狗叫。哥，那咱们还是赶紧到下一个环节吧。空的，什么意思啊？王伯和堂哥既然来讨我的酒精救命，兄友弟恭嘛，就算已经用完了，瓶子也得给你们，是不是？你这不是调笑老夫吗？杨林，你玩我！不知死活的东西，
蹬鼻子上脸了是吧？你俩过来，进屋去找，一定还有。好，走。早这样不完了吗？就是。堂哥，先前我拦路找你讨地契的时候，就有些疑惑了。你如此嚣张，怎么好像还有所忌惮似的，都不敢直接几拳把我放倒。后来才想起来，按照丹珠的律法，好像打秀才算重罪，闹到县衙里得挨不少板子吧。不过也要谢谢堂哥，提醒了我是谁。我可是个秀才，功名在身，除了免税免役，总该有些别的用处。而其中一个用处就是，可以上书县里，检举像你这样的地痞流氓。你这写什么呢？哎呀，灵儿，有话好说，这家事怎么能往县里？家事，伯伯，据我所知，这些年仗着你是家长，堂哥可是把村里都折腾了个遍。乡亲们，之前说好的，把你们的委屈尽管说来，我这会儿正好一一记录，亲自呈到知县桌上去。谁敢？我扒了你们的皮！有什么不敢的？酒精的事儿你是不是忘了？虽说我这儿没了，但先前倒是分了些给乡亲们的。至于他们分不分于你，就全由人家心情了。我来告他，他10日之内偷过我家鸡，我也拼了！我不给他赌资，他就把我家的柴全扔河里去了。我家黄狗吼了他2声，就被他活活打死了。他假造借条硬闯我家，这明摆了就是抢钱呐！对呀，他连我家小圆儿3岁小孩拿去打凑的钱也抢啊！他还偷看过他表弟和媳妇儿圆房呢！啊！刘全，我把你当兄弟，搞出来这个！我知道错，我知道错，你就把石头倒是忘了把这个还给贤侄。伯伯，我倒也不是为了置堂哥于死地，只是这些年实在是看不惯他在乡里横行霸道，想他浪子回头，迷途知返而已。这诉状，我以后就好好收着，递不递给县衙，主要看您如何管教儿子了。赶紧回家！酒精涂在伤口上，走，早晚各1次，不要沾水啊！祥林，你给我等着！别等了，要不然现在就来试试。我养你死过1次，不怕又死1次。来呀，咱们现在就来把大的，看看是谁死谁活，还是同归于尽。以前啊，和大家一起坐在学校里，我总是以为自己很普通，没想到来这儿之后，才发现一个小小的现代知识，竟然就可以改变这么多。是之前杨林写的吧？字儿倒是挺好看的。这是什么？这叫飞机。飞机？要不要试试？好不容易写好的文章，别糟蹋了。没事儿，走，姑娘。喏，就这样平举着，丢出去。你看，你看，哎呀，掉屋顶上了。哥，小心啊！没有光污染的星空太美了。哥，你在看什么呢？房顶冷，你受不得寒，咱们快下去吧。哎，你看，扫把星。没事儿的，这叫流星。
它是石头和冰做成的。他们是夜空里孤单的旅人。啊，原来一直都是我误会他了。我还知道一个传说，对着流星许愿，可有机会成真哦。真的？要不你试试，趁现在还有用。天上的流星啊，幼娘求你，求你一定保佑我哥平平安安的，别再让哥哥生病了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满嘴是他哥哥。放心吧，星星听不见，我听得见。既然我现在是杨林了，就要负起责任来，让亲妹妹过上好日子。哥，我学好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哥，幼娘冒犯了，亲兄妹也要避讳一下，更何况我们还不是亲兄妹。啊？我们不是亲兄妹啊？啊？也罢，哥哥醒来连幼娘人都不记得了，怎么还会记得别的事呢？那，幼娘，你跟我讲讲。幼娘本名韩幼娘，本是山上猎户家的女儿。7年前，莽军来我们村子里烧杀抢掠，我爹带着哥哥和我要逃到山下去，不料半路碰上了伏军，兵荒马乱的，我和爹爹他们走散了。沿着一条山路走了几天几夜，最后饿晕在大雪里。那之后呢？幼娘是有福之人，被上山砍柴的哥哥救了去，一番无微不至的照料，才得以捡回一条命来。只是不知道爹爹他们怎么样了。别担心，以后我帮你一起找你爹爹，哪怕是大海捞针，也总能找到的。哥，幼娘也会一直陪着你的。想什么呢？她是你妹妹。时间不早了，咱们要不然回去吧。坐太久，肚子有点疼。哥，你怎么了？哥，又哥，我还以为你又……幼娘，我渴。我去泡茶。别光叹气不说话呀！杨秀才虽然死里逃生，可经我把脉，您身上有顽疾，最多只有2年阳寿了。2年阳寿？你意思是说我只能活2年？以脉象和令妹所述症状来看，所患之病定是长庸无疑。长庸？此病拖延太久。您又身子虚弱，如今已入膏肓，药石难及呀。这是什么病啊？没听说过这病啊。这是贪毒热结于肠腑之症，多位于右下腹，腹痛剧按，静则缓解，动则发作，尤是饭后啊。这不就是盲肠炎吗？现代的一个小病，到了古代就成了不治之症了。郎中啊，这件事你能不能替我保密？我不想让我妹妹替我担心。沈叔，我哥他怎么样了？好好调理，便无恙了。谢谢沈叔，您这边请。沈叔走好。哥，你大病初愈，不能再吹风了。记住了，再也不吹了。没事，我没事。如果这个郎中说的没错，那么哪怕是为了幼娘的未来，也不能再窝在乡下坐以待毙了，得去更大的地方闯一闯。幼娘，我想把家里的田地和房屋卖了，咱们俩搬到城里去住。哥，这房子应该很贵吧？
哪有？乌明义的城南本来就偏僻，房子又不大，卖地的钱足够了。那也剩不了多少了。啊，幼娘听说城里女孩会绣锦织衣，织得漂亮的能卖不少钱呢。我明天就去偷偷学，等攒些钱给哥哥读书用。谁说女孩就得织衣服补贴家用啊？你赚了钱，买些自己想要的东西啊。我没什么想要的。幼娘现在最想做的就是照顾好哥哥。算了，先出门。去哪儿？初来乍到，怎么能不先逛逛去？走。大人，大王已命将军们做红白计，点兵南袭。问您去不去？总算想通了。好啊，当然要去。走，杀他个血流成河，抢他个寸瓦不留。乌明义，史书中说，这儿可是西北往来的咽喉要道。正所谓通经师者，居门有关，而居门关之路必由乌明义经过。乌明义可真大，全都是些我没见过的新鲜玩意儿。我相信在这儿，一定会有施展拳脚的机会。精致，华逆后庭啊！天上月亮，地上桃源，哎，一碗20万。老板，来一碗。哎，好嘞。客官，那汤圆啊。哥，这太贵了。哎，买都买了，不吃才是浪费呢。什么味道？这馅儿好甜。别哭啊！以后你想吃，我就带你来。一会儿吃完，带你买衣服去。那可不行，我可不要。我不管，别人有的，你也要有。哥哥也吃。幼娘，来的路上你不就说想吃栗子吗？在这等我啊。哥，别走太快，注意身子。嗯。让开！让开！臭小子，耳朵聋了？有没有素质？撞了人你还有理了？哥哥，这乔治是个读书人，细皮嫩肉的，哪受得了你这一鞭？这可是一马，险些崴了腿，就得抽他个皮开肉绽，长教训。一马？那这两人得是自己把一马骑上街，倒怪起别人来了。行了，小公子，本姑娘放你一马，别说谢谢了，无足挂齿。切，臭脾气，走吧。这。等会儿，谁放谁一马？嘿！老板，有上好的琴吗？哎呦，有，姑娘且看这把如何？琴面可是上好的古桐木，底子是陈年紫木。抱歉这两个字，是很难说出来吗？这位是杂事不爱。这是前朝的琴，多少钱？哎呀，姑娘慧眼呐！此琴琴音悠远浑厚，绝非凡物。要是喜欢，20两银子拿走。20两，琴虽不错，可我看也就值10两吧。哎呦，姑娘，
1分钱1分货，要您这个价儿，可是一点儿都不多呀。15两。好吧。货卖10家，15两便15两。哎，我说，你哥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哑巴了？傻子，让你别动手，不是不说话。嗨，让你这瘦干书生半寸，还皮痒了是不是？哪儿来回哪儿去，别碍着我妹子买钱。啊，人家开的乐器店，准你们进，就不许我来逛了？小公子，别糟蹋了东西，钱啊可不是这么谈的。古琴原来是这个声音，和现代所有乐器都不一样，好美。以此曲作陪，够了吗？姑且算可以吧。这是上好的合浦珠，就算放到小地方也值18两银子。我用这颗珠子换你的琴，也不用你找钱了，再给我配一个琴盒便是了。这么一颗好珠子换琴，确实不亏。不过这兄妹2人出手阔绰，听口音又像是关外人，要是能昧了这玩意儿，臭小子还不走！别闹腾了。姑娘，我们这儿只收现银，若真想买，就拿银子来吧。嗨，你这人明摆着送你一桩便宜买卖，还要推3尾4。罢了，珠子还我，我不买了。珠子？什么珠子？你来我店里买东西，又不是来卖东西，我哪曾见过你什么珠子啊？哎，老板，我刚可是亲眼看见你把珠子藏起来了。哼，关内人做生意就是如此吗？妹子，这摆明了就是欺负咱是关外的，跟他废话什么？过来！少在城里别动手，哥。珠子还来，否则小人全都给不长眼。强盗啊，打人了！嚷什么？别冲动！真是老狗，真以为我不敢给你开个瓢？碰瓷儿？爹，你怎么了？爹呀，你竟然被这贼人给打死了！不对，是真出事了！你干什么？爹，谁帮我？爹，不懂，这是急救。何人闹事？庄爷，这贼人杀了我爹，求快也为我做主啊！我哥没杀人，是这老板昧了我妹珠子，自己气血拱血而死，与我何干呀？完了，这人是真没了。上衙门！等一下，官爷，我哥说的都是真的。那边那个书生看见了，他可以为我哥哥作证。既然如此，也请这位跟我们回去做个人证。啊！可是我妹妹还……妹子，妹子，都给我闭嘴！这县令的气势，怕不是武官出身的吧？哎呀，谁惹事不好，非得是这俩，叽叽喳喳的头都晕了，真像会沙场笑2个人头解解闷儿。唉，草莽武夫，无药可救。那这位就是县城了吧？这么淡定，好像不怎么负责的样子。书生，据衙差说，你目睹了全城，能做人证。你姓甚名谁？可有功名啊？啊，不对呀，秀才见县官好像不用跪的。哎呀，我在做什么呀？禀大人，在下郑……在下杨林。功名？啊，我是弘治17年的宣府秀才。哦，是个本地秀才啊，免礼看坐。看坐又是什么？啊，谢过大人。
杨秀才，本官问你，你可看见这王老板究竟是如何死的？又怎么了？这是？哪有坐着答县尊话的道理？啊！禀大人，杨秀才，我王家是赫赫有名的行商大户，懂得知恩图报。哎呀，尔等在碎语什么呢？这位马兄，确实和王老板起了争执，挥拳弄脚，可比无奈。但其间，马兄却从未真打过王老板一拳一掌，反倒是本人亲眼所见，这位王老板将马小姐的珠子卷进了左手袖管里，之后贪墨不成，才导致气急攻心、羞怒晕厥而死。仵作在。报县尊，确是左手袖中长剑。哼，大胆！人证物证俱全，如何还能抵赖？瞎扯！若真是你的，你倒是讲讲此珠有何独特之处？这珠子不都长一样吗？对喽，天下珠子那么多，凭什么你张嘴就是你家的呀？哼，这明明是我爹珍稀的珠子，堂堂在袖中把玩来着。就是啊，就是。仵作在。今日便给我开堂验尸，把怎么死的看个究竟。是大人，冤枉！县尊不可呀，县尊，家父死的冤枉，若还落了个毁尸破体，我们如何跟祖宗交代呀？这不就是看我们为商的好欺负，我们不服。是归是，我们哪个少？这帮做生意的扯什么树叶，头都大了。老黄，帮帮忙，为商者奸，我说不明白，总不能都砍了吧？都依大人的就是。问也是白问。行了，嫌犯暂时收押，尸体由仵作看管，其余人先行回去，待本官勘验一番，再行定案。退堂。大人冤枉啊！大人，冤枉啊！大人。这就结束了？哥，你急死我了！等你好久都不回来，才听说有个书生被衙差给捉去了。你被人欺负了吗？啊！放心，我没事儿，是我恰好目睹了一起命案，顺便去做个证。命案？哎呀，天哪，哥，你为什么不装没看见还作证啊？哎呀，快回家，咱们哪惹得起这种事儿？那些当官和大户一脚就摆在……爹，玲儿，忙呢？还且压着呢。幸亏江才堂上有这位杨秀才仗义直言，才没闹出更大的乱子来。杨秀才不计兄长前嫌，小女马莲儿无眼，先前多有得罪。我们也算不打不相识了，把我当兄弟，叫我杨林就是。行，那以后就叫你小兄弟了。哎，女孩家家不识礼数，杨林秀才是吧？在下吴明义一成马彪，辛苦。小事小事。一成，怪不得说到一马的事。哥。啊，那我就先和佳妹回去了。请。哎呀，马老弟，你来的正好。民老哥，犬子平日里管教少了，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我就悄悄听一会儿啊。我也想给马老弟3分薄面呐。况且那老王头是气急而死的，应该没有错。但是那些为商的可谓是地头蛇，平时就串联一气，自成体系，老弟也是知道的。路上我就听见了，城里商户全成惊弓之鸟了。传流言说我纵子行凶，还说我买通人证。哎，两位歇会儿再讯。我看那边杨秀才神情如此镇定，可是在等着要献策破这难局了？没有。你真有办法？杨秀才，若有办法，不妨说来听听。
哎呀，我就是听个热闹，这县城怎么像存心搞我呀？杨公子，仙尊大人与家父皆是沙场出身，不如公子学问高深，通晓律法。我哥他虽为人鲁莽，但绝非恶人。小女恳求公子出手相救。也罢，以前每天饭点电视上就播法制节目，我看这么多，总比这俩莽汉有招吧。兴许我是能有些办法，就是需要再考虑一下啊。那此事就全托杨秀才去办了。哥，你这是应下了。啊。六娘，六娘，干什么？我饿了。哎，六娘，六娘，哥哥这么有能耐，饭就自己做吧。哎呀，六娘，你听我讲嘛。虽然说应下来这事儿的确是有撑面子的成分，但我心是好的，那莽的确是被冤枉的嘛。衙门的差役、管事的巡检心都不好，就哥哥你心好。有时候我真不知道哥哥是聪明还是傻。那黄县城给你挖火坑，你就往里面跳啊！现在好了，事情办成了办不成，之后谁要杀你管你都不关县衙的事儿了。年纪不大，心思倒不少。哎，是啊，人情世故这方面，我确实有点没防备了。不过，上次你说杨泉以前还怎么欺负过咱家来着？他是不是故意捅破了咱一扇纸窗子？提这个干嘛？后来是不是那些表弟堂弟经过咱家一次，就再弄破一扇，把你急得要死？怎么说到窗子去了？因为啊，这就叫破窗效应。六娘，你总讲这世道，这世道，可天下也是一间屋，一起冤案便是一扇破窗。如果一扇破了不管，那么再破一扇又何妨啊？到最后寒风萧瑟，受苦的是所有人啊。可是，是你之前自己说的，要聪明点，懂得自保。好啦，六娘，放心，你哥没傻，还是你帅气的哥。你就不担心一表人才的哥饿死啊？哼，烦人！拿来吧你。几条漏网之鱼，全部杀掉！杀！跟他们拼了！
为官呐，一向觉得为商者奸，轻商贱商。咱居会结帮，不就是为了有这4手对付那双全吗？我同意。事儿既然出了，就不能服软。要不咱们罢市？起火易，灭火难。诸君慎思过了吗？哎呀，吴老板，这边塞县官可是最怕生事，咱拿出不死不休的姿态，他们必会忌惮本分。往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这生意不就好做了吗？对呀，老张，什么生意好不好做，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呢？咱们说的不是给王老板挣清白吗？我就想知道，到底是真清白，还是假清白啊？吴老板，是非曲直，不是谁说谁有理吗？况且，这大王小王不予追究，岂不是不孝？对啊，是啊。若不让马昂偿命，我爹岂不是白死了？就是。你谁啊？是你，你还有胆子来？哎，王大，这位是？啊，在下杨林，我是来为王老爷子的事讨个公道的。放屁！就是这个秀才在公堂上信口雌黄，偏袒马家。没错。哦，当时啊，我好像记错了，其实是你家老爷子行凶劫财，反而被马家公子惩治了。那我走了啊，我这就去县衙。看来杨秀才是有备而来，不如且听听，他要如何为你家讨公道。啊，斯人已逝，这留下的难题有3个：情、理、法。于情，虽是王老板有错在先，但绝不致死。你们坚持追究马昂责任，合情。可是于理，我昨日探访了全城4所药堂，才知道王掌柜去年秋上就胸闷昏厥了一次。这是他时常开的药方，都是些治气血虚弱、养气通络的方子。吴老板，所以于法，王老板的疾病史也是死亡的重大原因。综合考虑，马昂应罚，但罪责减半。此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。罪责减半，那以后只要欺负咱为商的，罪责都减半，怎么办？就是啊，正是。所以，光情理法要破眼下这难局还不够，就要用到一个砝码，那就是诸位熟悉的力。杨秀才，您到底想说什么？此案不若和解。和解？对，若是诸位信得过，何不让本人斡旋个君子协定，让马家披白致歉，讲明事实，同时赔偿操办丧事、抚慰老小的足额银两，也让令尊能早日入土为安。当然，也可以听他们的，把事情闹大。只不过想好了。拿令尊之死做筹码给别家博弈，你们是不是被利用了？这真的是共赢吗？咱们行商抱团，不过是害怕唇亡齿寒，给足了我等颜面，消了后顾之忧，何必再闹事呢？你2人全了孝道，得了补偿，生意亦可蒸蒸日上，此法可谓一石3鸟。杨秀才不愧为青年才俊，本人也代在座众商谢过了。吴先生谬赞了。既如此，那在下就速前去办事了。不过，律法面前人人平等，这等惊世骇俗言论，杨秀才
还是略作遮掩为好，免得引起些不必要的麻烦。在我的劝说下，马义成很快就和王家商量好了和解方案，本地的商旅也得到了安抚。经过此事，马王应该也学乖了，嗨，这也是为他好。总之，皆大欢喜，皆大欢喜。哥，有个差人找你。哦，杨先生，县尊有请。哦，你县令要请我去做师爷？哥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啊，杨秀才与令妹先叙，告辞。啊，哥，幼娘虽然不懂官家的事，可是想了想，要不你还是别去了，我们找个寻常差事，安心过日子吧。幼娘，你怎么了？你之前不是一直嚷嚷着要让哥哥当大官吗？可是来了乌名驿，才发现好像没有那么简单。路上人聊起当官的，都说什么身不由己，无官不贪，又传到哪的官被满门抄斩了。哥，比起发达，幼娘更想你平平安安的。幼娘，10年苦寒窗，才换来眼前的荆棘路。就算这条路不好走，又哪有放弃的理由呢？哥，我发誓，我一定会照顾好我自己。到时候要是情况不对的话，我跑得比谁都快。不错，不错，也终于有点穿越的感觉了，爽！这样想来，现在的我各种杂事无所不管。这是我的牛啊！这是我的牛！这是我的牛！这是我的牛！师爷，您快来评评理！这是我的牛啊！这是我的牛！我的！胡说！我的！既然都说牛是自己的，那走吧，去县衙谈。走，正好把这个强盗抓起来。行了，你把牛带回去吧。啊，我刚才故意踹牛一脚，你毫不在意，而他却小心擦去牛身上的鞋印。如果不是自己好生喂养的，又怎会这般上心呢？师爷英明。师爷，我丈夫3年同事不中，全由我来赚钱养家。今年他留恋勾栏院，试也不考了，还收走所有我赚的钱，说要娶妾。软饭硬吃，真给我们男人丢脸。我不同意，他就冷落我，还不肯和离。要暴力还 PUA， 妥妥渣男一个。不管要走要留，有钱才有选择的底气。可这钱，我不知道他藏哪儿了。假如你家遭了贼，你丈夫会不会立刻去检查藏钱的地方呢？啊，师爷，大家说的没错，乌名驿有您是百姓的福气。杨师爷，好像一个社畜哦。哎呀，这可不是点鼠标就能搞定的事儿。哎，对了，既然是社畜，就该用点社畜的技能。终于好些了。马义成请咱喝酒，师爷一起过去。行，那我去知会幼娘一声，随后就到。哎，男人在外闯荡，灵妹心里有数。走吧。啊，鼓励农耕，教化治安，审断送案，文字不重修饰，内容却恰得其法。黄县城不走吗？哦，杨师爷师承何人？啊，我就是自己乱翻书。你这榆林策野规制倒是新奇有趣，阡陌纵横，条理清晰，颇有
周至景天风骨啊！这叫 Excel。这次要不是杨师爷，我还在牢里吃泔水呢。杨公子，千恩万谢，马莲儿敬你一杯。哎呀，不要客气。再说当时在街上，你不也救了我一命，我不也还没谢你呢吗？那就是玩笑之语，怎敢和杨公子的救命之恩相比较呢？哎，事儿都过去了，咱们这就不提谢不谢了啊。就喜欢杨师爷这痛快人，今天吃好喝好。哎，来，请。劫猎女子，这秋湖戏妻，不管看几次，都让人动容。这是不是有点夸张了？明明是他被调戏，却要他以死自证清白。3针9猎，乃是妇人本分。这男女不应该是平等的吗？平等，这就是乱语了。女子无夫，口无粮啊！杨师爷定是只读圣贤书。哎呀，若有空闲，也看看《烈女传》的故事。是在春啼变莺蛇，3贤老丑换蛾眉，男人将妾室当作货物，又要他们以死训诫，女儿觉得实在过分了些。混账！劫猎贞操，皆为本分，教诲你的话忘了不成？息怒，马小姐不是那个意思，真是给为府丢人。凉，别管他，这让他自己好好想去。马小姐并非不懂道理，小侄去劝劝她。哎，马小姐，沙子进眼睛了，我懂，我可什么都没看见啊。杨公子见笑了。有些话你也别往心里去。令尊刚才看你跑出来，心里急得不行。这时候不必开玩笑了，你也不用安慰我。我爹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心里最清楚。我娘曾经把我爹当作天，为我爹而活，以为他会用心保护他。可爹呢，除了满嘴的大道理，从未在乎过我娘真正想要什么。那你呢？你想要什么？我想有什么用啊？这世道本就不是女子说了算的。我倒是在书上看见过，在很远的地方，也有很多女人受人尊敬的。她们当中有人管理着整个国家，有的人发现了别人从未发现过的物质，有人写了被后人传颂的文章和故事。所以你看啊，马小姐，你有主见，有胆略，只要坚持你自己，一定会大有可为的。对了，这个珠子王家若收了，既是和你们马家结仇，但若是亲自还给你们，商会一众那边也没法交代，最后就给了我这个师爷。但我知道，这就是你的珠子。谢谢你，杨公子。嗨，别这么客气，叫我杨林就行。不生气了吧？走吧，起风了。那个手帕能还我吗？怎么，别的女孩给你的？谁啊？我认识吗？我妹妹，幼娘。就是那个前2天到处陪你跑的小姑娘吧？你别看她年纪小，我可全靠她照顾。一会儿啊，得给她带点好吃的回去。忙也总这样，出去就给我带好吃的回来。所以对你哥好点。收摊了啊，糖葫芦便宜了。等等，杨林。幼娘，幼娘，哥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幸会，我是马莲儿。
去给你盛面。啊，那个，我们刚刚吃过了。哎，刚刚是吃过了，但我没吃饱啊，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我今天特别馋，一想着你说今天晚上要下面条，捂着肚子呢。那你等我。他辛苦一晚上了，自己也没吃饭，扫他的兴就不好了。你可真是个好哥哥。哎，真论当哥哥，莽可比我好多了。你学的还真有点像呢。哇，葱味好香啊！我感觉我都有点饿了。那当然了，幼娘的手艺可不比鸿雁楼的差。怎么样？要不要尝尝？我只煮了2个人的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怪我来的唐突，下次一定好生尝尝妹妹的手艺。没事吧？你慢点。对了，幼娘，这个送给你。我不要。哦，幼娘的意思是这个东西太贵重了，不太合适。要我看，这珠子谢幼娘，9娘还没1毛呢。谢我干什么？多亏你操持家务，杨公子杨林才整天一股枕戈待旦的劲儿，救我们于水火。而且你哥可是处处夸你，弄得我也很想和你交个朋友。要是朋友，就收着吧。是啊，这马小姐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幼娘你就收着吧。不用送了，我走啦。下次请你们去我家玩。一言为定啊。哥，你是不是喜欢上马家小姐了？啊？你这小丫头，满脑子想什么呢？我从来都没见你跟哪个女孩聊得这么开心，还愿意带她回家做客。哦，所以你是因为这个不开心啊？我只是怕以后又是幼娘一个人。傻丫头，怎么会啊？我和马家小姐只不过是聊得来，不是那种关系。而且我答应你，以后不管去哪儿，我都带着你。真的？有生之年。那我明天就去抓药。哎，别乱花钱。都说了要给你攒点嫁妆。我谁也不嫁。逃过了莽军，你又死而复生，终于在这安稳下了。我哪儿也不去，只陪着哥哥。2年的寿命，我只能尽力而为了。这是农业、赋税。谁家小孩开门的字帖也放进来了？这个是字儿写的很好的车轱辘话，不想看。黄县长啊，杨师爷昨夜何物啊？一份老奏帖。哎，你也来瞧瞧。慢点，慢点。哎呀，这帖子字写的力透纸背，可见笔者感情啊。不知杨师爷以为其中所言如何呢？不对呀，从来没听过老黄夸过谁。这个不会是他写的帖子吧？黄县长啊，劳烦您先帮我个忙，这奖赏的赏
在手边，让我给忘了。您看，哎，果然是他写的。这奏贴，哎呀，可惜啊。可惜什么？可惜这开篇说的是朝廷机构臃肿，人浮于事，建议各部精简，倒是中肯，也算明智。只是什么呢？只是杨某觉得这不过是管中窥豹之见。何出此言呢？若是皇上按此奏书一下旨，外使悉数召回，朝廷便失去了耳目；官吏大肆精简，朝廷便失去了手足。得罪世子官吏，便是得罪了他们背后的地主豪绅。如此举国皆敌之策，操之过急，便是害国害民了呀！难道便坐视不管，任由这些蛆虫吸食民之民膏不成？改革绝非一日之功，需从上而下，先裁去臃肿无用的官员，声势以小以缓。如此下来，穷30-50年功夫，便可求得万世基业。30-50年，真能有此万世之功？水滴石穿，非一日之功。国之大政施行，不宜操之过急。是啊，这等道理，老夫半生未尝，急于求成，过后便灰心丧志。但尽人事，不计天命。杨师爷，请受老朽一拜。这话杀伤力有这么大？学生不过是纸上谈兵，论处理政务，若没有先生指点，我才是焦头烂额的那个。师长之说，愧不敢当。今后若需要，黄某自是知无不言。上午的工作终于结束，可以吃饭了。哥哥，你每天这么累，还是我给你送饭吧。你不用这么辛苦啊，我也正好透口气。哎，你们这是怎么回事？孟军偷袭，我们死伤惨重，快去县衙，我找大夫去。快点，大夫！人命关天，等不了了。他伤这么重，你就用这些啊？不知大人还有何见解？总得先给他缝上吧。这医术老夫有所耳闻，只是从未见过，更别说。这位小哥，赶紧去取一些火炭和棉线来。好，六娘，把家里面剪刀、绣花针和酒精一并带来。好。敢问大人是要亲自缝针？正是。这在皮肉上施针，大人之前可曾试过？未曾。治病不是儿戏，大人慎重啊！给我缝吧，我愿意。杨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先前杨师爷自制的神药，在村里帮不少人治了病。如今师爷说缝，那我愿意给大家打头针。哥哥，我来帮你。好，六娘，先帮杨泉消毒。好。
六娘，我来。忍一下，有点疼。战场都上过了，这算什么？来吧。上次户外露营急救课特意讲过缝合，但真到了自己操作，还是有点紧张。六娘，剪刀。大夫，麻烦你上药了。杨师爷，请将此法传授于我，让我也尽一份力。好。师爷，宪尊大人，你来这儿干嘛？最近莽军多次偷袭，恐怕是在试探咱们。这，是不是要打大仗了？吴明义是西北往来要道，莽军想要入关，就必定会来这里。是时候加强操练，做好迎战准备了。宪尊大人不愧是武将出身，老成练达。倒是师爷，怎么突然到库房来了？这些兵器又重又不好使，咱们的士兵面对穷凶极恶的莽军，自然吃亏啊。我来是想看看，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兵器能给他们用啊？有是有，但并不趁手。火铳！哎，师爷小心！你有所不知，这火铳准头不够，属实算不上什么利器。宪尊大人，这把火铳能不能借我用用？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远程、准头、威力和安全合在一起呢？不行，这会儿的技术可一时半会儿造不出来这种东西啊。那要是退而求其次呢？对。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。师爷，这气量不行啊。这是什么？哎，小心点，这是火药。成了！这小子，算我没看错。哎，是吧？吃饱了吗？就是有点太贵了。嗨，这算什么呀？这段时间我都没有好好陪你，哪怕就当赔罪，当然也要吃顿好的，就当养膘。只要能跟哥哥在一起，幼娘什么都不挑的。幼娘是不挑，可哥哥要挑啊。哇，谁家放孔明灯了？满天都是哎！幼娘，你知不知道，要是这孔明灯再大一点，连人都可以载上天去的。哥又骗我，人能上天，那不成神仙啦？
军来了。猛虎老爷，战事要起，兵丁复用，先人归家。咱们走。杨八总，敌情如何？未知江林参见闵大人。免了，免了。如今四处都是烽火，哪儿先点的火？二里铺，那不是离城最近的哨吗？闵大人，是。别的哨呢？二里铺派斥候回城了吗？事发突然，城外所有的岗哨、务铺都音信全无，到现在还无一人回来。从远处火把数量来看，应不到100人之众。咱们若是全力出战，定能吃得下来。来人呐！哎，切不可鲁莽。今晚尤为夜深雾密，这很有可能是西城之军。若是贸然出击，中了调虎离山之计，那吴明义可就危险了。我看，先观望一二。不可，一定得迎战。去年冬宿冻死了很多牛羊，区区100来号人，更可能是来捞些吃的用的。两位大人，既然敌情未明，不如双管齐下，派一队精骑前去一探虚实，剩余兵力驻守吴明义。这样，不管敌人是劫掠还是袭城，都能灵活应对。轻装快马则击之，大军袭城则避之，可行。大人，江某愿领骠骑队往，一探敌情。免了！这帮莽军秋天来烧杀抢掳的时候，老子在县衙坐冷板凳。来人呐，大刀拿来！老子这回要亲自带队，活了胡了身子！老闵，你逞什么威风？县令要在此坐镇呢。如此胆小慎微的，不如温壶酒给我，好好看着，老子和关二爷比一比。江林、杨林，在。此地防务交由你2人统揽，大事儿听老黄的。哎，你别真就温酒去了，小事儿你和杨林自觉吧。守住城门，来一个贼人剁一个。是。抽40个骠骑队精骑，随我出城。一腔血勇，还真以为我害他呀？江八总，请再指配一队弓箭手前往城墙上，闵大人出入也方便掩护。是。弓箭手预备！快！往哪里点？快点！快点！这是火药。仓库里面的火铳拿不准，只能先这样将就了。这药子有铅丸和铁砂2种，有箭杆也是加固过的。希望有用得上的机会。李县令，稳住了，千万别松啊！随我杀贼！一队并队，给老子咬上去！多弄点手骑回来，哨子放亮点，遇到大队敌军就跑。
是县尊当面。正是本官。你们队长呢？这罢了，敌情如何？你先跟我说来。禀县尊，情况非常不好。2里铺失守之前，贼人已接连拔出好几处物铺了。先是伪装成盗匪，诱惑咱们出来，然后就是一通围杀，最后还有轻骑拦截咱们的斥候。大人，这回他们进兵强将，一定不是来搜刮钱粮的。所图必是无名义啊！难怪刚才他们哪怕碰上老子的骠骑队，也令行禁止，丝毫不乱。上一次见到如此强敌，还是5年前贼军入寇，还真是让老黄说准了。大人，我等该当如何？请县尊示下。收敛一下死伤者，随我退回城内。是。你等，找3个马快的。即刻出发，向关内报信，请府中速派援兵。是。撤！不对，哥，你又骗我。县尊讨敌归来，快，准备开门迎接！且慢，情况不对，弓箭手警戒！全体给老子警戒！一起！江马总，你是宿将，咱们开不开门？县尊生死未明，下属怎能不救？若是开门，被溃兵和贼人顺势破城，那就全完了。爹，我带几只长毛手出门接应，杨师爷留在城上指挥弓箭手。听我号令，更换火箭，快！这是真的玩命了，杨林！弓箭手准备！大人，愣着干嘛？赶快去叫大夫！县尊，小子，智慧若定，让你当师爷屈才了，不错，不错。江八总也辛苦了。大人，这点小伤，不打紧。这血颜色怎么好像有点不对啊？县尊，外面到底什么情况？看这样子不可能只是劫掠了，一定是……不错，就是来抢城的。老子宰了那个小蛮子，踩到狗尾巴了，定会引来老蛮子不死不休。本县派去关内报信的已突围了，咱们就在此固守。县令大人，比县令大人，县令大人，大夫还没来吗？
米县令，大人，米县令，看来这回是没退路了。哎，大夫怎么说？大夫将才把毒血放进，说是中了狼齿草的毒，性命能保，但战场厮杀耗气力，短时间怕是起不来了。是个浑人，简直就是个疯子！大人息怒，一线父母官不能统筹全局，徒成匹夫之勇。若非今日杨师爷指挥得当，加之火箭利器攻敌不易，老夫且看他怎么收场。卑职失职，卑职失职。可是之后查明，贼寇大部队在城外5里开外伐木造饭，应有数千人，看架势是明日就要攻城了。如今县尊大人不能离世，此战该如何应对？还请县城大人示下。杨师爷，有话但说便是。觉得黄某人文臣软怯，还不如那武夫呢，是不是？学生没这个意思，学生就是觉得，如今不能再咬文嚼字，同室操戈。一人一心袭城，我们只能破釜沉舟，寻来一线生机啊！哼，我等职责是保境安民，一句破釜沉舟，就负得了这污名1万千民众性命了吗？江马总，你安排好军士，日夜值守，谨防敌寇夜袭。向城外派出斥候，收拢城外乡民，坚壁清野。是。黄巡检，在。今日之事，城中百姓必然察觉，保民心稳定，勿自乱阵脚是第一位。你立即率人在城中宵禁，凡有趁火打劫、偷盗抢劫者，散布谣言祸我军心者，军法从事。遵命。刘典史，你去将大牢狱卒抽调一部分出来。然后通知各街各路保长、里长，抽选民壮在城门内抢挖陷马坑，布设骏马桩。战事一旦吃紧，这些民壮还可上城助战。记住，抽丁须以情理动之，不粗暴行事。是。王主簿，在，你坐守县衙，主持开仓。之后几日，确保贫户赈米不缺，军需粮食俱全，不得有误。是。他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怎样，杨师爷？这城中百物安排的如何？学生受教了。打仗不只是刀砍剑拼，攻守也需先有一个安定的后方。只顾作战，不顾后勤，相当于没吃饱饭就和强敌打架。再勇敢，也是一拳就被撂倒了。可造之才啊！身居其位，应通盘考虑，顾全大局。你年少气盛的那股英雄劲儿，匡某好生羡慕。只是该如何审时度势，却是需要多多磨练，慢慢来。多谢黄先生教诲。哎，不必那么客气了。杨师爷之前的话，淡尽人事，不计天命，黄麒英一直牢记在心。哎呀，今次我这残烛是该燃一燃了。护佑着乌明驿的百姓，但行好事，不问前程。是啊，我杨林一直担心自己只剩2年寿命，可要是城破了，乌明驿得有多少百姓流泪洒血，看不见明天后天的太阳。学生杨林也愿尽一臂之力，请调民夫300，负责修筑防御，请黄县城允准。好。哥，幼娘，我要和你一起去。
派些人在城外布设巨马，挖些壕坑，拖缓蒙军进攻速度。剩下的人再分2波，一波去周边林中伐些大树，准备滚木；另一波去找些巨石作为雷石。杨师爷，怎么，可有难处？先不说这雷石滚木备好，起码得半个月。以现在的人力物力，能够在城外大举布设巨马都难，顶多挖些壕坑沟渠，已经是极限了呀。也是啊，时间紧，任务重。那好，你们先去挖坑，剩下的我再想想。乌明义后方就是京师，天塌下来，我们也要守下去。是。幼娘，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。杨贤侄，马一场可有新消息？事后报来了，这次袭城的是北莽军伯颜猛的部族和2个附属部族，大致3000人马左右，半余都是精骑。之前100余人已然对付吃力，这回来了3000人。杨贤侄，你们安排好以后，就先随我去义城署吧，那里有部下守卫，犬子和小女也在帮些杂物，还算安全。我们就留在这儿，为守城出一份力，哪儿也不去。我们这些粗人是出力管用，才在这儿守土有责。你俩，一个读书人，一个小姑娘，沙场上凑数还嫌碍事儿呢。碍事儿又如何？砧板上的鱼都且扑腾2下，我有手有脚，总能干点什么。韩幼娘虽不能识文断字，但也知道，这些年不知道有多少血战，多少城破，多少人家遭了屠杀，流离失所。也就是因为唐莽军一路与亲人失散，现在莽军又来，凭什么你们还让我躲？不想乌明义的大家再体会和我一样的痛楚了。原来他是因为我没带上他才生气的。幼娘说得对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我们不需要躲着，更不需要保护，哪怕玉石俱焚，我也要留在这里，不让莽军的刀子落在百姓身上。幼娘，这次我们一起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哼，这话好。从成祖迁都至此，戎狄蛮夷虽骚乱不断，却未曾有主张南逃者。不过别担心，瞧那儿，虽然被城墙挡住了，但山上可是烽火通明。传往京城的800里加急已经在路上了。哎，等等，马大人，我们从这儿看不见烽火台，那莽军的探子哪怕上山，是不是也看不清城内的情况？当然，要不然修城墙干嘛？我有办法。杨贤侄，哥，你可知这事儿有多大风险？这是在拿整个乌明义做赌注啊！只要合理利用资源，如此奇招并非没有可能。时间紧张，指望黄县城允准。本以为要花费很多口舌才能获得王家人的帮助，可刚听说是为了抵抗莽军，两兄弟二话没说，便答应了下来。王大和王二动员了其他商人，很快就满足了我的要求。此时无功无伤，每个人都是乌明义的战士。
莽军来了！备剑，备剑！各司其位，各司其职。哥，莽军来了！快，上城头！快！爷，搬梯子！是。爷，点火药桶！是。快！黄县长，先前江民报来，敌人在伐木，原来不是为了生火造饭，而是在树林里造工程器械。他们还算好了城头弓箭的极限射程。这回是有备而来啊！哼，那我们何尝不也是有备而迎之啊？火油，火把！杨师爷，守城之计是你设的，这古镇军心之言，当由你来说。啊！哥，我可能比大家多读几篇史书，但真的上战场。说实话，是头一回。我相信上苍家国这些话，大家听得不少了。但其实我知道，我们每个人今天站在这里，不过都是为了守护身后那些所爱之人。所以，我杨林想告诉大家，打赢这场仗是为了活下来。谁不让咱们好好活着，那咱们也不能让他好好活。等战事平息，咱们再阖家团圆，拿佳肴美酒。把好日子都补回来，击退莽军！莽军！先前探了，城外有陷阱没有？部下率人整日监看，但诸人并无在城外大设陷阱的举动。哼，不过是派了些壮丁，挖了些陷沟罢了。良医真奇，上！进攻！先登的上4个前程，成火之后3日不封刀。史书上说，北莽攻城，马军散作沙，步军合作石。原来意思是，马弓分散开来做掩护火力。步军集中举盾，轮换往前推进，速度也太快了，怪不得这一沙一石成了弹珠的梦魇。放箭！放箭呢！放箭！雕虫小技，不过如此。
看这架势，城门撑不了多久。真的能行吗？在古代战争，城门一破，基本就意味着攻城方胜利了。将领，是，听见，是。1、2，把烟点起来。1、2。应我号令，进城，杀人，抢钱！装神弄鬼，还给老子玩空城计，不过是想拖延时间，带援军救场。我倒要看看几百号人能玩出什么花来！冲进门去，全城突厥！杨师爷，这可是我们乌明义好多商人拆了好多闲置的屋子才凑够的。若在城外大举修筑陷阱，不仅人力、物力、时间都不够，还会被敌人的探子探知。那么我想，何不如将城外的防备只作为祸敌之计，另一边则是在城门内修筑个简易的瓮城，这样不仅不会被莽军察觉，也能节省资源，是最有效的办法。都让你们跑了！哼！倒火油，烧死他们！弓箭手，放箭！你死我亡，不可心软。杀！给我把他们都杀了！这是古代，别细想，别细想。按常理来说，冷兵器时代，伤亡率超过10%便足以导致作战体系崩溃。莽军冲在前面突击这批人，多半全是精锐。大人，撤！退了，大人，莽军他们退了！我们赢了！哥，吃烧饼，别饿着。哎，杨师爷，还愁什么呀？你的法子那么厉害，这些北马以为进城就能放火杀人，但没想到
我们能几天给他们变出个瓮城？哼，我江才杀贼跟杀狗似的，痛快呀，痛快！药师爷，这么可怕的场景，你是如何能视之无物的？哦，这四处骨骸啊！哎，师爷到底是文人，我们当兵的，那不就是死人堆里打滚啊？哎呀，师爷你这么想，不是我杀贼，就是贼杀我，一刀砍下去，那也就跟屠户切猪似的，红的白的没什么大不了吧？别说了，哥。药师爷，新魏时约莫杀贼350余，记下。剑支还有多少？约莫8200支。不够啊，不够。命城内将户务必挑灯赶工，备剑须得1万有余才算妥当。是。杨师爷辛苦了，多亏你提了此计，战果不错。如今敌损兵10之1/2，想必能拖延几日。攻守城池皆非一日之功，先歇息吧。啊，今天能守，明天也能守。我看有杨师爷这神机妙算呐，给他们半年也打不进咱这无名义。好。先前人马都疲惫至此，他们哪还有人力在攻啊？难不成？糟了，黄县长，原来他们不只是一支部队，先前的只是先锋，怕是北莽此犯，人马不止3000啊！先应敌备战，城头备火油，弓箭手备火箭，干什么呢？警戒，警戒呀！大人，前面有咱们的百姓，北莽军抓了咱们的百姓，站在前面啊！快点！好，快点！哥。那些人里好像有杨家坪的村民。那些都是北莽军假扮的，只要他们进到射程之内，你们就给我放箭。来几个人，跟我去守城门。且慢，江八总，你干什么？那确实是咱们的乡亲啊！师爷，你清醒啊！谁想下这个令？我不知道伤天害理吗？要等他们到了城下。我们这点人如何守得住？到时候整个无名义活不了一个。咱们站在这是为了守护丹州的子民，哪有为了救无名义而要杀百姓的道理？杨师爷，莫气血上头。江陵虽草莽，所言却不差。不差？黄县长，你怎么也这样？这是人说的话吗？那就让莽军夺了城，压着咱的百姓一路进京。京城未容，监阵中有百姓也得开门迎客。杨师爷，切莫因小失大，你忘了我的嘱咐，要审时度势，通盘考虑啊！他们的性命，每一个人的性命，一点也不小。罢了，此城现在是本官坐镇，马明，我来担。幼娘，你干嘛去？哥，我要出城去救他们。等等。哥，风在往城外刮，正好。幼娘在这等着，哥有办法。切不可鲁莽！求你了，杨师爷，别犟了。黄县长、江八总，其实除了瓮城，我当时还有一计，此时或可一用，相信我。哥，我跟你一起。幼娘乖，这次真的只能哥哥去，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的。我发誓去解救回。这些老弱病残走得太慢了。没事，正好让城里的人好好体会一下什么叫恐惧。哎，那是什么玩意儿？大人恕罪，小人实在不知。
我倒要看看这帮两脚羊还能搞出什么把戏。难不成是在城里打起大仗来了？不对呀，是个布球子，怎么还越来越大了呀？看什么看？你们好生攻城，再敢中一兵之计，老子就把你们！这样，还有人吧？师爷飞起来了！太神了！王大人，你是不是见鬼了？师爷飞起来了！这孔明灯还能载人？舅娘，你知不知道，要是这孔明灯再大一点，连人都可以载上天去的。哥又骗我，人能上天，那不成神仙了吗？哥，原来是真的。成了，成了！不知道这样做会改写历史。哎，杨师爷，这些砖是用来修城的，我明白。可这皮革又是用来做什么的呢？哦，还有这布，您还让全浸上油，这不是糟蹋东西吗？嗨，一时半会儿给你解释不明白，还是成为第二个万户。不能这么想，永娘，等我回来。这是什么什么？敌人会法术？什么东西？什么法术？赶紧给我把它射下来！快射！快射！来呀，来射我呀！能射到我吗？给你来点小小的未来震撼。别跑！这不法术！是我们的百姓，大人救救他们！快，弓箭手准备掩护！是。给我号令，随我出城，救人杀贼！太好了！哎，不是吧？怎么会漏气呢？太仓促了，没来得及充满气试一下。大人，那玩意儿是不是往下掉了？弓给我！大人好剑法！哎呦，是有危险，要掉下来了！师爷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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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姑娘，没事。小子，找死！哥，我们快走！快去救师爷！跟我走，回去救师爷！六娘，
事吧？我没事。幼娘。去，把那家伙给搬出来。马一成，陈直，来，怎么？天上风景怎么样啊？啊！对了，这几日一成叔可是聒噪的很呐。我那小女时时念叨着，不知贤侄你如何了呀？我怎么觉得？马一成。大人，城里丹朱军把门一关，继续做乌龟，还要儿郎们拿命去填，过城杀人更得诛心。城防要失守了。没想到黄某翻了半生破书，还有机会当着慷慨悲歌之士。干什么呢？大人，我们代表百姓们过来请愿，一同守城。这城破了，我们也活不了，不如拼了！对啊，活出这条命，也许还能有条活路。跟这群狗杂碎拼了！拼了！无名义胜过败过，但从无一人退过。王大人，本无名义还真是没有一个孬种。与城池共存亡！与城池共存亡！好，同生共死，大便同生共死！杀！只要跟哥在一起，不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不怕。小林，你也算不虚此行了。怎么
莽军进城了吗？大家现在怎么样了？哥，我们捡回了一条命。就在你晕过去的时候，朝廷的援兵到了，来了好多火铳军，把莽军生生打了回去。火铳军？他们说是叫什么永宁怀来参将带的兵。总之，现在那个参将驻守在乌明驿，让工匠修复城门。来，快喝药，我们现在应该没有危险了。还好朝廷来得快，若是再晚半个时辰。那你呢？你现在怎么样了？有没有受伤？哥，药要洒了，我没事儿，倒是你昏睡了1天1夜，担心死我了。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没跟我说啊？县衙里传话说，若你醒来就过去，但我怕你身子还没恢复好，就想晚点再说。现在是战后恢复的关键时期，闵县令受了伤，肯定有用得上我的地方，我去就回。哎，哥！好了，幼娘，你看我都没事了，你乖乖在家待着，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啊！各位大人神勇，大军一到便收复了乌明驿，如今已安抚百姓，修筑城门，不日便能恢复如初。我们3人的住所安排的如何了？昨日城内多处损毁，县衙和议程府结算完整，已经命人打扫妥当，马上就能安排各位入住。那我便住议程署吧。何参将，你看可以吗？叶御史战场上畏手畏脚，没想到此时却如此着急。若非说昨日之情，我大军方至，后无援军可事，前有敌情未明，你却那般冒进，是为贪功吗？你何参将若不嫌弃的话，咱家和你一起住可否？当然。哎，杨师爷无恙了，快来参见永宁怀来参将何大人，监军叶大人，副监军刘公公，参见诸位大人。这是本县师爷杨林。师爷，不过是个小吏罢了。杨师爷身有功名，是弘治17年秀才。到底是个小地方，连秀才都算功名了？这御史持枪炮了，见谁对谁。就是你昨日放了那孔明灯啊！正是他。闵县令刚醒，尚不能接手政务，马义成又战死沙场。杨师爷年轻有为，之前一直协助处理政务，上下有序，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本地议程不可空缺太久，你尽快移交政务，暂待乌明驿议程议之。不妥。丹朱果然有文官把持军权的传统，居然派一个从5品的官监督一个正3品的参将，太妃待行，正是用人之计。此时熟悉政务，熟悉乌明驿，有何不妥？看来何参将选人和打仗一样着急呀。此人用招猎奇，众人都未曾见过。乌明驿乃是重要议程，不经考察便委以重任。日后若有纰漏危及皇城，你可担当得起？那叶御史说的，正事都别做了，等着你慢慢考察吧。都是一朝忠臣，文官武官为了各自利益剑拔弩张。单说此次抗击莽军，空城计一起，击退不少莽军。这孔明灯虽不是主流战术，却也拖延莽军进攻，这些都出自杨师爷之手，还望大人们做个参考。我看合适。干什么？请各位大人为我2人做主。小的实在是拦不住啊！我爹杀贼而死，无愧祖宗。如今尸骨未寒，你们便将我们赶出议程署，自己要住进来？放肆！我们为驰援乌明驿而来，倒是让我们睡大街去吗？如今马义成已死，你们2人又算什么东西？我们只求在议程署借间屋子，给我父亲建个灵堂，望大人成全。芝麻小事，扰乱公堂，
来人，拖出去！恕小人多嘴。监军大人驰骋沙场，或许见生死已如平常，但在我看来，如此处置，却令人心寒。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马义成为守城而牺牲，如今战事还未完全平息，他的子女就要被赶出家门，灵堂也无处安置。要我看，说好人无好报也不为过。抛头颅洒热血，才换来天下太平。既然如此来之不易，我们更不应该亏待每个在战场上有过付出的人。刘公公以为如何？咱家鼠目寸光，也说不上什么见解。不过是一间屋子的事儿，哪儿比得了修筑城防、抵挡莽军重要？不如交给下面的人去办。咱家记得刚才说议程之职尚有空缺是吧？杨师爷一腔热血，有胆有识啊！青年才俊，敢作敢为啊！我还是那句话，合适。哼，不过花招而已，这个位置不好做啊。年纪轻轻，可别学些油嘴滑舌、阿附中捐的臭毛病。哼，那从今日起，你便交接工作，负责军书联络、粮草转运。还不快谢过各位大人！那为马义成置办灵堂一事，瞧你，既然如今你是暂代议程，便自己安排吧。遵命，谢过大人。谢大人。爹。杨公子，谢谢你。若是没有你，家父恐怕……现在想来，只是后生后悔。爹爹他固然犟，固然有他的不对，但他从小到大都很宠我，我却对他那般嫌弃。好了，妹子，别说这些了。既然谁都无法预知未来的事，现在咱们珍惜当下就好。你说的有理，我会抓着眼下该珍惜的，未来不再后悔了。对了，你们的屋子我都没有动过，你们随时可以搬回来，只要我在义城署，你们想住多久都可以。能认识你这样的好朋友，我马昂真是三生有幸。义城说白了就是邮政局长兼粮库主任嘛。那话说，我升官了？大人，大人，这是马义成留下的钥匙。大人，大人，有人来抢粮了！什么？什么情况？火铳军的毕都司今天一早就带着亲兵前来索要粮食，我们不答应，他们便开始要抢。昨日不是刚发过粮食吗？为何还要再抢？禀报大人，昨日发放的是主军的粮食，备军自己没带口粮，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啊。慢着，什么主备军？哎呀，这永宁的何参将是宣化边军负责怀来防务的将军，他麾下的兵马分驻在东西南三角，是永久驻防的军队。那毕都司的兵则是备兵，从临江卫所临时抽调过来的，战事过后还要回去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都是单纯的将士，人家长途跋涉支援我们，竟然还要自带粮食，岂有此理！哎，大人，此乃本朝祖制啊！这粮食不是给你们的，你给我让开！都不好使，把你们管事的叫来！都给我住手！你是何人啊？在下本县代理义城杨林。义城大人，这些兵要我开仓放粮，说不过就抢。本将军率兵连夜驰援，救了乌名义上万百姓的性命，如今却要我们饿着肚子，岂有此理！将军莫急，卑职这就差人放粮。开仓。啊，大人，这粮不能擅自分给他们呀，他们可是备军。我知道他们是备军，你二人维护本朝祖制，恪尽职守，不错。但是啊，在乌名义岌岌可危的时候，是援军赶跑了莽军，保住了全城父老的性命。
如果不是因为援军，这些粮食不早就归了莽军了？眼下将这些粮食拿出来分给毕都司，难道有错？今日开仓预付粮草，我杨林一人承担所有责任，和守仓衙役和毕都司全无干系。好，我毕春已向上人头担保，待我军军粮运到，全部归还司库，颗粒不欠。开门，进。好香啊！哥，你回来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？是你太认真了，没有看见我回来。哎呀，包饺子多麻烦，随便吃点就行。那怎么行？好不容易赶走莽军，不是说好要庆祝庆祝吗？幼娘，忙了一天了，今天我给你做点你没见过的。没见过的是什么好吃的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哦，对了，马家兄妹守灵7天应该已经满了，要不叫他们过来晚上一块吃？该不会是……算了，当我没说。哥，你是不是想说，马一成刚刚牺牲，马家兄妹又经历人情冷暖，这两夜萧瑟，一起来热闹热闹，能减轻些悲伤？还是幼娘最懂我了。好，我这就去叫他们过来。来，坐。坐。哟，今天看来有肉吃啊！正是，几位来坐。啊，那个杨贤弟，这锅子是莽人的吧？是的，清理战场时找到的，还好能用。好，吃点羊肉，温补。来，幼娘。好吃。我就是想着，大家一起吃这个，既热闹又暖和啊。哥，你多吃点，你最近都瘦了。哎，妹子，咱不羡慕别人，咱也有个宠着啊！吃。好漂亮的烟花，看来大家都在庆祝守城成功。烟花易冷，可往后的太平却是常在，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对，往后杨雄高升，我妹子和幼娘都找个好婆家。嘿嘿嘿。我再说一次，我不嫁。希望我永远陪着哥哥。好，幼娘，别生气了。杨兄弟，我隔着老远啊就闻着了。毕都司，杨兄弟，我特意来向你道谢，顺便告知你，我军所欠粮草已经悉数入库了。啊，这位啊就是火铳军的毕都司，这两位是马义成的子女，马昂和马莲儿。哦，这是家妹幼娘。英雄儿女啊，令尊为国捐躯，毕某无比尊重。将军大人，我想加入火铳军，杀莽人，保丹珠，为父报仇，还望大人成全。这马兄一身武艺，是不可多得的人才。求大人给他机会，为父尽孝，为国尽忠。好吧，你先留在我身边，做个亲兵，将来立了功，定升你官。多谢大人。